看我来防御应援健身操第2弹来了！高强度的应援健身操，绝对可以让你满身大汗。还有，如果你有顺利拍完的话，当你上传到 IG， 不管是限动或是贴文，也请你记得 tag 我们官方的 IG 账号，赶快5分钟，真的高强度，等你来挑战，和我来防御应援健身操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往上翻手，先从简单的。超强敌击，无所畏惧，那是神在耶！当我被狂妄车黑枪喊出去，谁怕谁？当我被狂妄车黑枪喊出去，谁怕谁？谁怕谁？强悍出击！强悍出击！共冲锋向前 ，Hey let's go， 不慌不高的眼，喊着超强敌击，无所畏惧，那是神的誓言。共冲锋向前 ，Hey let's go， 不慌不高的眼，喊着超强敌击，无所畏惧。那是神的誓言。当我被狂妄车黑枪喊出去，谁怕谁？当我被狂妄车黑枪喊出去，谁怕谁？电视机前面跟着做。